嘉义市的历史建筑林家石品堂本地是城隍庙戏台，即阵经过3冬的修复，正式启用。若对外展示日本时代留落来文物，嘛详细介绍石品堂为戏台变做客家厝过程甲建筑工法，后面将透过石品堂认捌在地历史。台顶布的戏盘案呢，是林家伫1922年关戏台和嘉义城隍庙的故事。嘉义市历史建筑石品堂用写实戏剧的演出，还原迄当阵戏台的状况，让人了解石品堂为戏台到主体的历史背景。为日本时代，到建时代，到咱即马战后，到即马21世纪，大个时代的转换，伊拢有代表性的故事，到建筑。这个建筑物伫1922年的时阵，是林宽敏先生捐资予嘉义城隍庙来起的戏台。1940年的时阵，戏台因为庙外路拓宽要来拆掉，所以林宽敏先生的后生，佮要倒来改建做主体，才改号做石品堂。2009年登录做嘉义市的历史建筑了后，经过16冬的研究甲整修，伫初6正式对外开放。修复的时候用 X 光去看的时候，你去看迄当阵，佮有日本的国旗，佮有日本的背景伫内底。我感觉讲，毋是敢若是嘉义人，是咱整个台湾为日本时代，甲咱到即摆即个所有时代的变迁咧。起好的时阵，所挂伫迄个戏台顶头的，伊顶头写得清楚的吼，西河林宽敏伊全部敬写，就是我来讲伊寄付全部的即个费用。林家表示，当初关戏台除了感谢神明，嘛希望有传播教育甲文化意义。即马才真做是历史建筑，会继续推广艺术文化，互石品堂会当延续先人的精神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